公司台语台的啦。我拢讲台语啊，我这老实人拢讲老实话啊。啊，你唔知迄咖啡冻的台语标？我唔知影呢。哇，咖啡冻，咖啡冻。怎讲加卡冻啊？哦，哎呦，你厉害呢。对哇，就安尼嘞。咖啡冻的台语就是。就这样而已。天气这么热，啉一杯啊凉的爽快一个才开胃。小编上喜欢的内底就爱掺着迄种骨溜啊骨溜、Q 底的下料，虾米珍珠、野果、仙草、果冻、咖啡冻。哇，这么啊侪好料，台语到底要安怎念呢？今仔日小编伫阮家附近的永安市场来甲大家问看卖。咖啡冻的台语要怎讲？咖啡豆啊？咖啡豆。咖啡豆。我袂晓讲。咖啡。敢讲是小编钓一斤，竟然有人讲是咖啡豆啊，嘛有人讲是咖啡冻。不过多数民众唔知要安怎讲，到底咖啡冻台语安怎念？咖啡冻。咖啡冻。怎讲加卡冻啊？哦，哎呦，你厉害呢。对哇，就安尼嘞。咖啡冻嘛还是什么冻？咖啡冻。冷冻的迄个感觉。对。如果是咖啡冻，应该是要两咖啡冻。哦，咖啡冻。哦，所以我刚刚有讲对。对，只是有点怀疑。对，有点怀疑。咖啡冻的台语就是咖啡冻。就这样而已。无错，规章好好。阮公司台语台的啦，公司台语台的。我拢讲台语啊。台语你会母语嘛？系。啊，你唔知迄咖啡冻的台语要安怎？咖啡冻的台语，嘿，我唔知影呢。哇，啊，你刚才咖啡的台语要安怎？咖啡台语我哪会知啦？这位阿嬷，你的母语敢唔是台语？咖啡的台语咖啡啦，啊，咖啡啦。嘿，啉咖啡嘛对吼。啊。啊，咖啡冻呢？咖啡冻啥物我拢唔知，你我讲者。咖啡冻的台语叫做咖啡冻。啊。咖啡冻。咖啡。冻。咖啡冻。嘿。嘿啦，咖啡啦，喝咖啡啦。是讲热天日头赤呀呀，大家拢是食啥物物件来退凉止喙焦？阮用辣仙草咧食啦。仙草较合你的味就对了。啊啦，我这老实人拢讲老实话啊。不过煞袂晓讲咖啡冻。你有介意食啥物会互你消暑？食冰啊。你介意食啥物冰？麦当劳的。啊？麦当劳的。麦当劳是啥？麦当劳。颠倒是头家来替我上一节台语课。你平常时啊，拢食啥物物件，就是会互你透心凉的无？哦，食冰。啊，你有介意加啥物料无？仙草啦，好药啦。西瓜上好啊。西瓜食好足凉的啊，我倒来买西瓜啊，比啉那个冰水我好啊。啊，你夏天就是都会来买一杯饮料？哦，对啊。所以你想要来点什么饮料？奶茶。没想到这杯年代内底有一段小故事。以前是带小狗来，因为这些小狗刚走，走了，所以就偶尔来晃一晃。长民众开讲这么久，大家敢有发现，冻的台语会当读作冻，嘛会当念作冻，这两个音敢有真差呢？这摆咱就请到台语的专家来甲大家说分明。冷冻就是结冰变足定的，讲着头壳会看一空的迄种的。啊，你这咱拄仔讲的这种恶药啊啥，你弄头壳袂疼啊，伊软软尔嘛吼。所以你该叫做共款的，当然无透冻啦吼。啊，若较无遐定的，咱就叫做冻。如讲有加这个物件，伊变做半定软的时吼，咱就叫做冻啦吼。所以无论是咖啡冻、肉冻、果冻，见若煎冻了后，就变做软软 QQ， 内底有真侪加质的食品，拢念做冻啦。讲到市面顶真受欢迎的果冻，是西洋人发明的甜露。虽然大部分拢是水果口味，不过原料有动物皮骨的蛋白质，其实是错的。也若放冷同款会煎冻的菜园，原料上早是日本人对海草内底提炼的，食菜的人嘛无问题哦。